有什么发现吗？还没有。秦大哥，你别跟我那么急，会影响到紫罗金衣的。你这样，在庙的出口等我，即使我被抓了，也会经过那儿。小心点。 这签上所言，难道是真的？这位大嫂，麻烦问你一下，有没有见到过一个穿着粉色斗篷的女子？你说的是模样长得挺漂亮的姑娘吧？对，你见到她去哪儿了吗？她呀，好像和一个穿紫色衣服的人往那边去了。哦，谢谢。 哥怎么还没跟来？难道是没有看见我沿路留下的记号？看来我只能见机行事。这里看不到天，应该是个地下暗室。刚才蒙着眼，不过进来的时候闻到了一股肉腥味，应该是个卖肉的地方。不知道这外面有多少人把守。
再没有留下线索，这里只有一家庄。请问店家，刚才有没有一个穿着粉色衣服的姑娘从此地路过？什么姑娘？没有，肉倒是有。这肉你要不要？我看看。你到底怎么回事？这块肉你要不要？不要的话，赶紧走人，让我做生意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机会。别出声！给我听着，我是受靠山王杨林之命，我前来调查拐带民女一事。老实回答我的问题，我会在靠山王面前替你求情，饶你一命。陛下饶命！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是被他们雇来看守他们的，什么人都不认识啊！一派胡言！你不知道他们找你干什么？因为他们出手特别阔绰。比我卖柴火多了，我也不敢问他们身份。你想，因为我一时糊涂起了贪念，你千万不要杀我呀！不杀你可以，你先告诉我，这一共关了多少人？楼上有几个把手？看守就我一个人。这里是个密道，通向外面的肉铺，没人知道，所以门外没有人看守。你说的是真的？绝不敢欺骗女侠。转过身去。看来这个看守并非是主谋，我一定要擒出罪魁祸首，才能避免更多无辜的女孩子受害。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动静？难道是我猜错了？这块肉你要不要？不要的话，赶紧走人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
上面去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，少了一个。别动！再动，别怪我手下无情。你看见后边是什么人？别动，把刀放下，快点！走。别动！我告诉你，你敢动他一根毫毛的话，我就捏碎你的骨头。还不知道是谁捏死谁呢？秦大哥，怕了吧？怕了是吗？打我，打我呀！不服？不服的话还打？打我，打我呀！秦大哥，玉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等等，没事就好。秦大哥，这2个人我们得押回去。还有这些民女们，咱们得想办法赶紧把他们解救出去，以免让他们的家人担心。好。堂下犯人，谁是主谋？他。千岁爷，饶命啊！千岁爷，你招是不招？我招，我招。小的原本是长安城的一名牲口贩子，自从新帝登基以后，大量的民间女子被选取充于后宫，自那以后就选取不到人了，以至于宫中管理此事的公公们求不到新的女子而发愁。所以我就用迷魂药抓了那些女子，卖到宫里，以便获取更好的价格。但是当今皇上让你这么做的吗？这个小的不知，小的只认得给我银子的那些公公。父王莫生气，这件事情还是让哥哥们去处理吧。把他们带下去。哎，千岁爷饶命啊！千岁爷饶命啊！千岁爷饶命啊！叔宝，玉儿，你们果然没叫本王失望。如今登州城内重获安和，你们2人功不可没呀。玉儿，受苦了。父王，我没事。义父，若不是玉郡主机智过人，深入虎穴，秦琼就算是有再大的本事，也无用武之地。
你二人同心协力，将罪犯缉拿归案，又使数十名女子免其厄运，叔宝玉儿，你们都有功劳。妹妹今日前来，所谓何事？坐下说。姐姐，宣华今日来却有一事。前些日子我在宫中发现一名宫女，长得跟那个张烈华是一模一样。哦，有如此相似之人？是啊，越看越像。我如果不是亲耳听到她叫朱贵儿，我还以为那个张烈华还活着呢。当年伐陈，杨广对张丽华之死扼腕叹息。若真有这么个人，倒可以纳为己用。那姐姐的意思是，与其让他自己找女人，倒不如我们帮他找。哼，我要亲手调教一下那个朱贵。看看你，此人如何处置？依臣妾看来，该杀，而且还要诛他9族。有魄力。不过呢，与其杀他，不如先杀他。皇上真绝。就这么办了。皇上，后宫这几日怎么不见来新人啊？这些奴才银子没少拿，找来的都是庸脂俗粉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普天下能有几个像美人你一样？当今皇上想找几个红颜作伴都这么难，这可是天下奇闻呢。不过也好，这样一来，你不就可以独梦圣宠了？臣妾当然想独蒙圣宠，可只怕臣妾一个人伺候不了皇上。皇上，你就饶了奴家吧。皇上，瞧你像饿狼一样，别着急，臣妾已经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。什么礼物？晚上来戏院你就知道了。哎，做什么？皇上，你不是说要饶了奴家吗？不行，皇上，晚上是晚上。皇上，皇上你太坏了！皇上你就饶了奴家吧，你让奴家走吧，皇上，皇上。臣妾参见皇上。这大半夜叫朕做什么？
那个，皇上，再好好想想。不要啊！张丽华，怎么会？他不是被李渊杀了吗？听说皇上对丽华美人之死倍感痛心，臣妾想要弥补皇上心中所憾，可是费尽了心思，找遍全国，终于找到朱贵儿这颗明珠。朱贵儿参见皇上。过来。太妙了！参见皇上。哦，你这是把天宫给朕搬下来了，有点意思。皇上已经传令过来，今晚要我侍寝，机会来了。时机尚未成熟，你再过些时日，等他对你放下了戒备，再设法行动吧。我真想立即杀了他，为我姐姐报仇。贵儿，你稍安勿躁，等过些时日，我从宫外弄些迷香来，到时候行动便可万无一失了。这天下，朕想要的女人还没有抓不到的。
皇上，我真的很像那个张丽华吗？像。只可惜张丽华红颜不明。皇上对张丽华那么念念不忘，为什么还要杀他？在敌国之中，她只不过是一个弱女子，杀之无益，留之无害，为什么还要杀她？不杀妇孺是朕的原则，她不是朕杀的。那是谁杀的？李渊，这个匹夫，我当年明令禁止，但朕赶到的时候，他已经把张丽华杀了。美色迷人，妖女误国，杀！你怎么在发抖？来，到朕怀里。皇上，他真的不是你杀的？他若真是我杀的，我怎么会对你如此眷恋？其实我是张丽华的。我混进宫中，是为了给我姐姐报仇。好贵儿，这个仇，朕替你报。皇上。这迷香能让吸入它的人浑身无力、昏睡过去。你只要在今天晚上侍寝的时候点燃它，待皇上沉睡之后，你就杀了他。我已经在宫外为你备好了马车，事成之后，我会派人送你去一个很安全的地方。当时，你与我姐姐张丽华和陈叔宝一起跳井，杀他的人真的是靖王杨广吗？是不是他亲手杀的有什么不同？都是他的兵，他的人。你我同为陈国之人，灭国之恨，杀亲之仇，你怎么能不报呢？不是的，不是他杀的。这个秦琼啊，我是越看越喜欢。相貌堂堂，有勇有谋。他和我们的玉儿那真是珠联璧合。哎，你们看他和玉儿如何呀？父王，正所谓男才女貌，绝对合适。再说，这玉妹不也老早就对十三弟芳心暗许了吗？我倒是想给他们两个人婚配，
但是就怕太唐突啊。不唐突，不唐突，说不定啊，他俩心里头急着呢。父王，这可是一桩美事啊！所谓婚姻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您既是玉儿的生父，也是叔宝的义父，您一句话不就成了吗？是啊，父王，明天就是您的大寿，正所谓择日不如撞日，不妨就在您的大宴上宣布他俩的婚事。父王，您看如何？对呀。祝王爷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老当益壮，护国安邦。好，来，我们干了这杯。老夫年事已高，家中尚有小女待字闺中。所谓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我已经为小女选好了一位千金难得的夫婿，且此人就在我这王府之中。是谁呀？此人便是本王新收的义子，府上的13太保秦琼。老夫不喜欢啰嗦啊！3日之后，就为我的女儿玉郡主、义子秦琼操办婚事，还望诸位能够前来捧场，咱们再共同喝上这杯喜酒。好，一定。多谢义父厚爱，只是此事来得突然，我秦琼尚未做好准备。有何要准备的？傻孩子啊！你们早晚还不是要成家的吗？叔宝啊，这样一来，义父大人既有了儿子、女儿，又有了女婿，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！父王，您不是说这2年之内不考虑女儿出嫁之事吗？玉儿这么不情愿，是不是这心里边还装着其他的什么人呢？你说出来听听。你要是说不出来，那你的亲事就由本王做主了。倒也没有。没有就好。我靠山王的女儿不但要嫁，而且要风风光光的嫁。哎，你们的亲事就这么定了。女儿，放心吧，啊，秦琼这个女婿那是万里挑一。我相信本王是不会看错的。恭喜郡主，恭喜13太保。这喜帖都发出去了吗？已经发出去了，恐怕3日之后，道喜之人要多的，将咱们登州府的大门都给挤破了。那好啊，本王好不容易找回了玉儿，又得了秦琼这么一个好女婿，这拜堂之事，我们一定要办得热热闹闹、风风光光。不能让我们登州府丢脸呐。那是自然，父王您就放心吧。父王，13弟尚有一亩，需不需要接过来？哎呀，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？现在去请还来得及吗？登州距山东历城县千里之遥，怕时间不够啊。2弟说的有道理，这一路颠簸，恐怕他老人家的身体也受不了。假期已定，我们就把这婚事先给办了。待日后到了山东，咱们再补办一次吧。
大家都知道，老夫常年征战沙场，膝下无子女，故我收了13家太保，但是只有这么一个女儿。现如今老夫已年逾古稀，有今日没明日，今夜脱下的鞋和袜，不知道明日不穿。我死之后，我儿秦琼就是世袭的靠山王，我女儿玉儿就是王妃，望他二人夫唱妇随，白头偕老。那时老夫我纵死九泉，也就瞑目了。啊，不，父王，您一定能长命百岁。长命百岁！好儿子，今日为父要送你一份大礼。来人，在，把库房里珍藏的那套金盔甲和银枪拿上来。是。秦琼，这套盔甲和银枪是我一个故人的。当年我四处征战，手下不知道有多少败将，但是我只欣赏一个人。想当初，此人要不是遭奸人陷害，我若战胜他，那可是难上加难。我当时大战他3天3夜，才以一招险胜，我就力劝他投我大隋，可他宁死不肯。无奈，我这才下令绞杀了他。是谁呀？这是谁呀？他会是谁呀？他就是当年驻守在马鸣关外的北齐5位大将军秦拟。我当时大战他3天3夜，才以一招险胜，我就力劝他投我大隋，可他宁死不肯。无奈，我这才下令绞杀了他。是谁呀？他会是谁呀？他就是当年驻守在马鸣关外的北齐5位大将军秦拟。我儿秦琼气宇非凡，这套盔甲我珍藏已久，在大喜的日子相赠于你。这便是我父亲当年战死时穿的金盔。一定是高兴坏了，大家伙看，连酒碗都掉地上了。穿上它吧。对呀，对呀，穿上吧，快穿上吧，穿上吧，穿上它吧，穿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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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我不能再留在这地方。为什么？到底怎么了？别问了。你要去哪儿？回离城县。叔宝，我跟你一起走。你一定有极大的苦衷，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。但我愿意陪着你。有些事情你不会明白的。叔宝，我已与你结为夫妇，我愿一生追随你。哎，天宝将军，皇上，干什么闷着？快点！来喝。皇上，我也要。江东，臣在。看你年纪轻轻啊，少年英雄，不要为一个女人成日郁郁寡欢，正看着心里难受。不就是一个杨玉儿？小模样长得倒是不错，不过你看看，朕的妃子们，哪一个你喜欢？朕就赐给你。臣不敢。王美人，朕最心爱。
赐给你。皇上，万万不可！哎，来了，皇上真来喜欢。皇上，臣妾已经是有身孕的人了。哦，忘了。新结乳，赐予你。皇上，程度不敢。那不好意思。请。哎呦，还不好意思。真受不起。是啊。战场都不怕，你看他。皇上，程度从未求过你，现在臣求你，不要再为难臣了。程度，你是不敢呢，还是嫌弃？臣不敢。那就喝。皇上。哎呦！好，这才叫英雄配美人。哎，还有7日，便是秦母大寿。山州闪面，下英雄帖，发至各地绿林首领处，约9月初9于济南历城相邀。一来为了秦母祝寿，再来最近各地响马分起，需要重新划分地界，以免发生内乱。哎，二爷，您是指近日竖起私结官银之事？规矩已经破坏了，正好借此机会重新清点绿林。你务必要将所到时日写得清清楚楚，知会各地首领，不得有任何差错。是。另外，给我备一份厚礼，咱们择日济南府祝寿。是。家中世节而归，未能辞别诸位，失礼之处，望请恕罪，请穷。
这个叔宝也真是的，昨日刚刚大婚，怎么连招呼都不打一声，就带领玉妹妹晚上溜了？如此突然，这不像他的行事风格。玉儿也是，一声不吭的就走了。这，说不定这叔宝家里真有什么急事，我们还是不要轻易责怪他才是。父王说的也是。报王爷，刚收到消息，九省绿林总瓢把子单雄信在各地广发绿林英雄帖，各地响马将齐聚山东济南府。山东济南府，好啊！本王正好将这帮乌合之众一网打尽，把他们劫黄冈一事查一个水落石出。济南府历城县是叔宝的家，本王正好顺道过去看一下，问问叔宝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。上官将军在，你速速前往演武场，准备大营，点击兵马。接令。有方薛亮，你们速速准备粮饷，准备征讨降马之用，3日之内必须出发，不得有误。是。驾。玉到家了。娘，娘，叔宝回来了。哥哥，世信，哥哥，回来了，佳哥。娘，孩儿回来了。这是谁啊？叔宝，这位姑娘是玉儿拜见伯母。娘，她是玉儿姑娘，要不我们里面说话吧？伯母，我先去沏茶啊！快坐坐坐，坐下说。姑奶奶好看，这姐姐更好看。姑娘，你是哪儿的人呢？回伯母，我从长安来的。哟，长安，长安可是个好地方啊。那你现在住在何处？你家里还有什么亲人？他们都是做什么行当的？来，佳儿哥，来喝茶。娘，喝茶。佳儿哥，这个又是你哪个兄弟的好妹妹呀？爷，她是你嫂嫂。娘，我和玉儿姑娘已经成婚了。什么？孩儿不孝。叔宝，你没骗娘吧？娘，叔宝绝不会骗娘。什么叫成婚了？继续。娘，你是不是生叔宝的气了？叔宝，你一向都是个孝顺的孩子，结婚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才让娘知道啊？娘一点准备都没有。娘，都是孩儿不好，
事，这事出有因。不过，没能让娘知道，我和玉儿姑娘成婚之事，这是我的不对。娘，请治罪。快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你真的是娘的儿媳妇？是。好孩子，让娘好好看看你。娘。快起来吧，快起来，哥，佳儿。快起来！娘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都叫娘了。又不是你成亲，你问什么呀？哦，娘，我和玉儿给您在登州买了一些点心过来，我这就拿去。哎，等等等等，让诗信去，你留下，娘有话跟你说。哎，弟弟啊，你到马背上去拿好吃的，给娘尝尝。好嘞，马上有好吃的。叔伯，你好好跟娘说说，你是在什么地方给娘娶回来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儿媳妇啊？这么大一包啊！这个好看。叔伯，你们的这门亲事是谁帮你们许的？就是啊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怎么成亲都没提前告诉我们？快说呀！娘，哥，你们看，你看，这个东西好。诗信，快拿回去，拿走。怎么了？挺好的。拿走。挺好的。诗信，这是盔甲，你是从哪儿来的？从我哥哥马上拿的。叔伯，这是盔甲。你是从哪儿拿的？是不是这东西不好？我就把它给撕了。诗信，叔伯，你跟我来。
叔宝，这身盔甲你是从哪儿拿回来的？娘，你可知孩儿从何处回来？孩儿从登州靠山王杨林的府上回来。靠山王，他认我当义子，封我为13太保，把玉儿赐婚给我。你可知道，这个杨林是你杀父的仇人？娘，起初孩儿不知，后来在新婚当天，杨林高兴之后，将我父亲这身盔甲赐予我，并把当时杀我父亲的实情一并告知。孩儿当时就想杀了杨林，可是孩儿不行，下不了手。最终那一晚，带着玉儿回来。玉儿姑娘是娘，她是杨林的女儿。娘，那她都知道了。她不知道。娘，玉儿是靠山王的养女，她从小没了爹娘，是杨林把她从小养大，待她如亲生。之所以她能够和孩儿一同回来，可见她对此事真的不知。娘，我不想让玉儿牵累于此事。娘，您放心，孩儿一定会去找到那靠山王杨林，把他杀了，给爹爹一个交代。叔宝，娘知道你心中有疑问，为什么娘一直对你瞒着这个秘密？你小的时候，娘没跟你说，怕你从小就有报仇的念头，影响了你的成长。等你长大后，一直在娘身边尽孝，娘也没对你说，只是不想这种天伦之乐被破坏掉。后来你做了马快半头，娘也没对你说，怕影响了你的前程。直到你调查黄冈丢失之案，娘才听说这是杨林所派。我听到之后，我这心就如刀宰割。杨林的势力越来越大，娘在想，如果你知道了，依你的性子，你一定去找那个杨林拼命的。你哪是他的对手啊？你去复仇，就如同飞蛾扑火。所以，娘就没有告诉你。娘，这
这世道真是弄人啊！你竟然认杀父仇人做父，还娶了他的女儿。我真不知道怎么向你爹爹交代。娘，孩儿不孝，孩儿不孝。这事不关你的事。娘，玉儿已嫁你为妻，那个杨林便是你的老丈人，他身边有了那么多的兵马保护，你即便是杀了他，你怎么向玉儿交代？也罢，命，这都是命。只要你能好好的，你和玉儿能好好的，为娘这辈子也就于愿足矣。娘，您真的这么想吗？算了，上辈子的事，这辈子该有个了结了。娘，孩儿懂了。娘，娘，孩儿懂了。这怎么了？一顿饭一个人说话都没有，闷死我了！我去开窗户。娘，我没使劲儿。哎，那窗户是推的，你非要拉，肯定要坏。没事没事，你过来吃饭吧。嗯。我没使劲儿啊，我就轻轻拉了一下，它就掉了。赶紧吃，谢谢娘。多吃点吧。娘吃好了，叔宝出门这些日子，我去帮他收拾收拾房间。你跟月儿舟车劳累，又是新婚燕尔，吃完饭就早点歇息吧。娘，我来铺吧。这床被褥啊，是我早为叔宝和儿媳妇备的，终于派上用场了。
这背上的鸳鸯，也是娘一针一针绣上去的。娘的手真巧，娘，来。早就听叔宝说过，这家里的活儿啊，没有一样能难倒娘的。小时候，我娘去世的早，我也没有机会好好跟她学学持家之道，也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成为一个好媳妇。不瞒你说，叔宝把你带回来的时候，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后来我发现你体贴温婉，善解人意，叔宝算是福气。这今后你们俩能好好过日子，为娘也就心满意足了。娘，您放心，我跟叔宝会好好过日子的。娘相信你会是个好媳妇。这天色不早了，你早点歇息吧。好。谢谢娘。这一天累坏了吧？还行。我拿盆给你泡泡脚吧。哎，别了，太晚了，赶紧睡吧。我不困，你快去睡。睡吧。秦大哥新婚当晚突然回来，这么多日又对我颇有芥蒂，想必一定是有难言的苦衷。不错呀。来，珊珊。伯母啊，昨天秦二哥带回来那个嫂嫂是哪家大家闺秀啊？是靠山王杨林的女儿。什么？她是那个郡主？靠山王，我好像听我哥说过。哦，对了，说他位高权重，铁面无私，是大隋的开国元老呢。我哥还说啊，靠山王是朝廷里面仅有的几个铁面无私、勤政廉洁的老王爷呢。哎，嫂嫂，
妹妹，娘。哎，娘早。啊，早。娘，我要做点什么吗？啊，不用不用，你回屋歇着吧。我还是帮娘做点什么吧。哎，我的这位郡主，你看你这细皮嫩肉的，一看就是没干过活，小心啊，伤了你的玉手。把刀给我吧，看我的。看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没想到妹妹的厨艺了得，以后啊，我还要向你学习。等我学会了之后，给我爹爹也做个菜，好让他知道我成亲以后也长大了。你对你爹爹真好。这个拿来做荷包，会不会大一点？不会，男人嘛，大一点气派。嘿，吴奶奶，你绣的真好看，我看看。哎呀，这鸭子绣的可真像啊！什么鸭子？哦，我这明明就是鸳鸯嘛！你这没眼力见儿的，想气死我！去！明明就是鸭子嘛！呱呱呱呱呱呱！你吃鸭子吗？中午吃鸭子吗？怎么了？不想绣了，烦死我了！女儿家的玩意儿，我一点都不会。我也不是一开始就会的呀。小时候啊，我娘也去世得早。我父王总教我一些武艺防身，像这些针线活，还是跟府上的奶妈学的。嫂嫂，你们府上最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啊？